淨土燈佛傳第16集，共42集。各位，歡迎返嚟，我係你哋嘅主持。上一部分，我哋講到老散掟出咗人生第一嚿石頭，見識到乜嘢叫做力量。阿爸用一對粗糙嘅手幫佢捽藥酒，講咗句下次俾人打，打反佢。各位朋友，第一拳之後，嘢開始失控，恐龍嗰邊嘅人唔敢再嚟惹老散。但係呢個唔代表佢哋善罷甘休，佢哋只係轉咗對象。毒蛇明話：你搞咗恐龍，佢哋唔會放過你哋。與其等人嚟打，不如主動出擊。第一次主動出擊係喺一個商場嘅天台，對方係另一間學校嘅人，同恐龍有親戚關係。毒蛇明到咗佢哋放學嘅路線，帶咗6個人去截。老散本來唔想去。嗰日佢應承咗小敏一齊行返屋企，佢最近買咗盒新嘅顏色筆，想畫嘢俾佢睇。但係毒蛇明講咗一句話：你唔去，下次帶傻一個人去。佢去咗。各位朋友，你留意呢句話：你唔去，下次帶傻一個人去。呢個唔係邀請，呢個係綁架，用兄弟嘅安全嚟綁架你。毒蛇明好清楚，老散呢種人，自己有事可以唔理，但係兄弟有事，佢一定去。天台上面嘅打交唔似電影入面咁有章法，冇擺姿勢，冇對話，冇慢動作，就係一擁而上，拳腳亂飛，邊個到地邊個輸。老散俾人一腳踩喺腰度，痛到踎低，但係佢見到大傻俾人壓喺地下面，打佢衝過去，拉開嗰個人，一拳打喺佢後尾枕。嗰個人低咗，老散喘住大氣，望住瞓喺地上面嘅人。嗰個人嘅後尾枕有血，唔多，但係夠嚇人。佢對手又開始震，但係今次只係震咗2秒。各位朋友，你留意2秒呢個數字。第一次打人，佢對手震咗成晚，今次2秒，呢個叫做習慣。暴力最可怕嘅地方，唔係佢本身，係你會慢慢習慣佢。毒蛇明行過嚟，踢咗嗰個人一腳，走。佢哋走咗，跑落天台，跑過商場，跑入地鐵站。大傻嘅嘴角喺度笑，雖然佢條脷穿咗流緊血。毒蛇明喺度笑佢，終於由褲袋度攞出手，入面係一把戒刀，刀刀片收埋，由頭到尾冇打開過。點解唔開刀？老散問。唔使，佢哋見到刀就驚，真正用刀嘅人唔需要開刀。毒蛇明嘅笑入面有一種令老散唔舒服嘅嘢算計。老散，你今日做得好，你知唔知你贏喺邊？你夠狠，你打嗰拳打喺後尾枕，嗰個位一打就暈。你天生識打要害，呢樣嘢教唔到。老散冇講嘢，佢望住自己嘅拳頭，指節擦穿咗皮，血同汗溝埋一齊，黐立立。佢唔知道夠狠係咪一件值得驕傲嘅事。但係佢在乎嘅人，好似覺得係毒蛇明在乎，大傻在乎，球場上面嗰啲圍觀嘅人在乎，甚至阿爸都在乎。下次俾人打，打反佢。各位朋友，呢個就係問題所在。一個細路做咗一件嘢，身邊所有人都話好，佢點會覺得嗰件嘢係錯？由嗰次開始，打人變成咗常態，唔係每個禮拜都打，但係每個月總有1-2次。有時係幫毒蛇明出頭，有時係幫人出頭收錢。毒蛇明開始搞收數嘅生意，幫人收欠債，收到嘅抽3成。老散同大傻係打手，毒蛇明係軍師。第一次收數嘅對象係一間士多嘅老闆，欠咗另一個人800蚊。800蚊唔多，但係欠咗3個月，債主唔耐煩。毒蛇明帶住老散同大傻去到士多，同老闆講：你欠嘅錢今日還。老闆係個中年男人，禿頭，圍裙上面黐滿豉油漬。佢望住3個10幾歲嘅後生仔，先係驚訝，跟住係苦笑。後生仔，我真係冇錢。你睇呢間，一日做幾百蚊生意，交咗租就冇。毒蛇明不為所動，你冇錢係你嘅事，我只係負責收。老闆望住佢哋，眼圈紅咗。我個女讀緊書，學費都未交，
各位朋友，就係呢句，我個女讀緊書，老散企喺度，聽到讀緊書3個字，心入面似俾一啲嘢結咗一下。佢諗起自己12歲派街招嘅日子，諗起嗰啲企喺街頭俾人無視嘅午後，眼前呢個禿頭老闆唔係一個欠債嘅人，係一個同佢阿爸一樣，日日為口奔馳嘅父親。走啦！佢忽然對毒蛇明話：咩話？我話走啦，呢單唔收。毒蛇明望住佢，眼神冷咗落嚟。你搞咩？唔收我點同債主交代？你自己同佢交代。老散轉身行咗出去，大傻擰咗一下，跟住佢行出土多。喂，你做咩啊？大傻問。唔想做，但係蛇明會嬲佢嘅事。佢哋行咗2條街，老散忽然停低，踎喺路邊。佢個胃喺度翻，似有啲嘢喺入面搞。你冇事啊？大傻踎低。我冇事，老散話，但係佢把聲喺度震。佢唔係因為士多老闆而難受，至少唔完全係。佢難受嘅係佢啱啱差一點就屈手咗，差一點就似對恐龍金，一拳打落去，然後收錢走人。差一點，佢望住自己對手，嗰對喺酒樓洗過幾千隻碗嘅手，嗰對派過幾萬張街招嘅手，嗰對俾鹼水浸爛咗又結咗痂嘅手，而家呢對手都識打人啦。哈叔嘅說話喺佢耳邊響起，你值得更好嘅嘢。更好嘅係乜？佢唔知道，但係佢知道收數打人唔係。嗰晚佢冇去酒樓，打電話請咗假。佢坐喺公園嘅長椅上面，由傍晚坐到半夜，望住路燈一盞一盞住起嚟，又一盞一盞暗落去。電話響咗，係小敏。你去咗邊？我喺酒樓揾你。哈叔話你請咗假。我喺公園。邊個公園？石峽尾。15分鐘後，小敏出現喺長椅隔離。佢住住睡衣，外面冚咗件褸，頭髮亂七八糟，好明顯係由床度爬起身衝出嚟嘅。你做咩啊？咁夜一個人坐喺度。佢喘住氣，諗嘢。諗咩？老散望住佢。月光下面嘅小敏睇落比日頭更瘦更細粒，但係對眼仲係咁亮。小敏，你覺唔覺得我變咗？變咩？變壞咗。小敏坐到佢隔離，冇講嘢。佢伸出手握住咗佢嘅手，嗰對手好暖。你唔會變壞。佢話，你點知？因為你識得問呢個問題。真正壞嘅人唔會問自己係咪變壞咗。各位朋友，你聽下呢句話，真正壞嘅人唔會問自己係咪變壞咗。一個14歲嘅女仔講出咗一句連大人都未必明嘅說話。老散握住佢嘅手好緊，嗰一刻佢覺得小敏係佢黑暗入面唯一嘅光。各位朋友，但係我講故仔講到呢度，又要提你一句，我哋嘅規律，光越亮，影子越深。小敏以為佢嘅手可以拉住老散，但係佢唔知道嗰隻手上面已經黐咗血，而血係洗唔甩嘅。呢一集講到呢度，下一集我哋要講全個故事最令人心碎嘅一幕。小敏親眼見到老散打人，佢企喺街角見到嗰個佢中意嘅男仔將一個人打到瞓喺度，塊面上面冇表情。嗰晚之後，佢哋喺公園度講咗最後一段說話。你而家係咩人？佢答唔出。下一集見。空是因，無常果，赦我執，歸淨土。南無阿彌陀佛。今次同大家講住咁多，喜歡我嘅影片，請俾個心心，加埋我嘅頻道，有新片會即刻通知你。拜拜。南無阿彌陀佛。